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涵，欢迎再次收看《厨娘香 Q 秀》。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教学非常丰富的庄承运庄老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首先我们就准备一锅水，我们先把腰果先做穿烫的部分。那我们穿烫的目的是把它的杂质把它去除掉。那它不用说我要烫很久，我稍微就水滚大概烫一下，这样就可以了。哦，一定要水滚对，水滚。OK。那首先我们水果我们就直接下腰果。我今天准备的是1斤的量。嘿嘿。那我们就稍微穿烫一下。可是老师穿烫大概要穿烫多久？大概差不多10来秒就可以了，因为我最主要是要把它去除它的杂质这样而已，没有要把它煮软化。哦。对，因为你如果煮过软化的话，等一下我在炸的时候很容易就炸不酥。好，这个腰果呢，我们就是在这个滚水里面呢，老师说杀青个10几秒就要马上立起来了哈，然后要立得很干，因为我们马上要放到油锅里面来炸哦。是。那我们油温就让它先升到差不多120度左右，我们就直接下回腰果。我们要慢炸，炸腰果这个东西，你如果油温太大，它很快就反黑的。对，它反黑之后，那你变成说你的熟成度、你的脆度还不够，可是它外面都已经黑掉了。那这个腰果你如果炸看到颜色刚好，你捞起来，它颜色会再加深。没错，跟我们炸那个昂苍桃赶快对一样的道理，红葱酥一样。所以我们炸这个腰果，我们不能抢时间，不能。一定要就油温，就是慢慢的去那个油炸它。可是老师这样子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啊？是，干油不？它不会，因为我等一下在捞起来的时候，我的油温会把它拉高，有点像在我们的所谓的在逼油的动作，所以我会把油温稍微拉高。那变成说这道菜它很适合在家里做，因为我们的油温不会像是职业厨房里面那个火候力道那么大，那我们在家里，我们用普通的瓦斯炉来做这道菜是刚刚好。炸腰果很重要的，老师就说你的火候一定要控制，就是说油温从120度，你要有耐心，要有耐心的在炸。大概120度会炸到多久？以我们今天1斤的量，差不多10到15分钟左右。哦，要这么久哦。对。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等它吗？还是我们要可以？可以，我们先把调味料全部都混合。哦，今天有什么特殊的调味料？因为今天我比较不一样的是，我跟一般的厨房我们的内场的做法不太一样。我今天把它做成蒜味的风味，加一点点，就变成说它是带甜，跟带一点点微咸，跟一点辣度这样子。现在很流行啊，比如说蒜味的花生啊。对。好，讲到花生，那我们如果说要炸花生，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吗？也是杀青，然后再炸吗？还是不一样？其实理论上是差不多啦，跟炸花生的原理很类似，因为它还是需要时间性、耐心来。尤其是那个花生的含油量又更高，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改成核桃呢？核桃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么复杂，核桃的话它比较快，很快就熟了。哦。那老师炸好之后啊，我们可以放在室温多久？比如说它的保存期。炸好之后，我是建议变成说当餐就把它吃掉，因为毕竟我这个它带的糖量会比较高一点。那我们在砂糖在预热的时候，它会融化。哦。那这道菜它诱人的地方就是我外面有裹一层薄薄的糖浆，因为这道菜是我小时候我们家里啊，我妈妈很会煮菜。那家里常常就是会宴客，是哦。那我妈妈她就会自己去做菜，做宴客菜这样子啊。那变成这道菜是我小时候一直听那些叔叔伯伯阿姨啊，就对这道菜很称赞。那这个做法从我入行之后就没有看过这个味道的腰果，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它拿来在我的业界里面用，这样我的餐厅里面用，那推出来的时候还蛮受好评的。一定啊，因为婆婆妈妈的私房菜最耐吃。是那如果妈妈很会做料理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想要请这些婆婆妈妈上节目因为有很多都会失传的东西啊。对。那我们在炸这个腰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稍微慢慢，一定要去铲动它，不然它腰果很容易就受热，温差比较大的地方，它会很容易就焦掉了，黄掉，就是颜色会吃的比较快。我们在边炸的时候，我们就
调这个调味料的基底，是蒜末的部分。哇，这已经看我们蒜末还蛮多的，对，好多哦。是葱花，葱花，对。哦，那真的很特别的那个调味呢。它还蛮好做，这道菜还蛮好做的。然后我们要下盐巴的部分，还有辣椒片。哦，把这些东西都调一起，哦，真的是很特别。对，香油我们最后放。好。哦，颜色慢慢在变了哈。像我们现在已经超8成熟，8成上色了。那我们现在油温就大概可以开始拉高了，开始拉高，拉逼油这样。其实本身炸腰果的这个油哈，它几乎不会怎么损失哈，因为腰果本身也会有油出来嘛。那这些油呢，等于就是像我们常常吃像什么坚果油啊，应该可以回锅来炒菜吧？可以。就是不要再炸了啦哈，就直接把它当成那个油去炒。而且炸腰果这种东西，它不会消耗到油的本身的色差，所以它炸好之后，这个油还是非常很干净。对，因为我们的油温也没有拉很高。这道菜我们拌好之后，我们要放凉再吃，它会是最脆的时候。因为你腰果刚好它热的时候，它的组织还是软化的，当它冷却之后再来吃，味道会更好。哇，快可以了，快可以了，差不多了，朝这个颜色就可以了。它等一下颜色我们冷却之后，它还会再加深。所以我们不能说啊，我腰果炸到颜色跟外面房间一样的时候再拿起来，那颜色你起来冷却之后都会过黑，吃起来可能会有一点带苦味的哈。是。妈妈稍微把那个油沥干，对，尽量哈把那个油沥干哈，免得待会我们拌的时候会吃到多余的油，其实口感上也会觉得跟它油腻腻的，对，会有点油腻。因为我们等一下还会下一个香油的动作，来提它的香度。我们要趁热拌。哦，要趁热拌哦，因为有葱有这个蒜哈，你如果比较凉才来拌的话，会比较辛辣味。对。我们香油稍微把它加热一下，因为我们要靠它的热度来拌它，它的糖才会融化。哦，我还有香油淋上去就好了。没有，我们要稍微加热一下。还是要加热。对，我们等下拌起来的糖浆会比较均匀一点。你妈妈看了这一集一定很高兴，说：“哎呀，我儿子把我的这个私房菜发扬光大了。”啊，看起来的就好起来。你看我们在拌的时候，那个香味，蒜头跟糖结合的香味就出来，就真的还蛮香的。那当然甜度上的话，我们观众可以依照自己喜欢，让他说，哎，我要比较甜，还是说要比较没有那么甜，少糖这样子哈，都可以哈。对了，不管蒜头、葱末啦，这些都可以自己去调整啦哈。我基本上就是说，哎，有这个葱、蒜，还有辣椒这样子，然后糖跟香油。好，可以的。哦，难怪你说要现场吃掉哈，最好不要放在罐子里面的，因为它的这个上面会有一些它挂着的。我们的蒜香蜜腰果。哎，对。哇，好香哦，超级香的。好，这是呢，今天我们庄老师呢带来的第一道哦，他妈妈的这个勾扎梨哈，使用蒜味的这个蜜汁腰果。